今時今日，可持續時尚發展得咁快，創新技術其實由揀原材料、製造設計去到處理剩餘產品，每一個環節都發揮緊關鍵作用。喺製造同設計方面，企業會採用智能系統，推行智能製造，實現低碳生產。而家等我哋一齊睇睇以下嘅企業應用咗啲咩解決方案。咁我哋 Dakota 總公司就喺香港啦。我哋今日會去柬埔寨呢邊參觀我哋其中一間工廠，由裁剪、車縫去到包裝，我哋每一間工廠都會負責以上嘅工藝嘅。喺效率嘅方面啦，採用咗好多自動化嘅器材，幫助我哋去提高生產嘅效率啦。例如我哋有用自動裁床，甚至係吊掛系統。咁自動裁床佢好大程度咁去提高裁剪嘅精準度啦，減少不必要嘅浪費。咁另外吊掛系統幫我哋好即時咁反映現場嘅管理。用咗吊掛系統之後，其實幫到我哋公司提高咗生產效率，可能大概30%。咁喺數據管理呢個層面上面啦，我哋公司有用到 RFID 呢個系統嘅。RFID 其實幫我哋整理咗傳統嘅生產線嗰啲數據，拎入去我哋嘅系統嘅 display 翻現時嘅生產情況啦。喺污水處理上面咧，我哋都有我哋自己一個污水處理系統。污水呢一部分咧就會變翻做一啲乾淨嘅水啦，循環再用翻喺生產上面。用數碼印花可以節省多啲顏料，變相地又冇咁多污水。最大嘅挑戰就係現場可能啲工人啊，甚至係管理層未適應呢一套系統，要時間去做培訓，要有呢方面嘅技術同埋知識啊，先可以處理到。轉型做數據化同埋自動化之後，面對嘅挑戰同埋困難咁樣。原材料選用方面啦，喺前期樣板開發方面啦，喺生產流程上面應用咗好多唔同嘅技術嚟提升我哋公司嘅競爭力，同埋希望可以滿足到唔同客戶嘅需求。希望我哋公司可以應用到更加多嘅技術，為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。